杨元秀，杨元秀，老夫的喜事来了，老夫的喜事来了。老大人喜事应该庆贺，还不是庆贺嘞？洪家子媳已结义，昨夜夫人与临门，更喜与天暖一个，老夫我遇了丧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来方面是否是上来杨元秀，今生只与天地望年兄胜过鬼子跳龙门。杨梅生平作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本相爷我喜老爷，夫人生了一胎上八胎，是男是女？应是龙吟，必是一对公子。一对公子，一对公子。老爷，夫人生了一对女公子，你在作讲一对女公子。杨元秀，杨元秀，老夫告辞了，老夫告辞了。这两个小畜生跑得真山牢。啊
家中到今何人？乃为父亲在天里，头上顶起苦衣，出身应然何来才你谁？要起家务一往昔，三生四世无儿，
哪来万众陪你散？个宝贝一律不做了。母亲身体不好，正经的他们是自无来。母亲一气，一命已发了。啊，黛玉，小姐，黛玉，快将母亲字条字的爷母亲两位，及老夫人送去我用。啊。洪家之子居然不许，是我得了。姐姐。品貌不端，淫为不正，姐姐我怎会嫁接于他？这虐也虐不得，硬也硬不得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母亲，你可真好心了吧？难不儿进中一行，我了呀便就言情我俩，身体也就40多了。刚才要不是18个人，我不知要对那个小畜生多少爱惜哟。哼，下次谁了？可我不罪了他。哎啦！从
如今都回来了，母亲，父王，父王，啊，父王。使用许配给当朝王老丞相的公子啊！母亲，母亲，当初你不娘不教，今天已有出的好旨意，使用撒花，别为娘为王去啊！不与我话，家归。女儿家进光无夫一物，哪坏了得？我老丞相为之神恨，全情造孽，老夫这定无杀，也都亏我老丞相你。弟弟却是许妹，尽算娘人别妻，不夸还不及青菜一儿。放肆！遇到是女子无才，便是的。弟弟此言差矣。所引莫来乱张能从军，少军特赛去安邦，追杀多少人不成，两朝
哎呀，快快听话相决。你们遇走，我家这门亲子，有也得有，不有也得有。
神圣王的诏曰，且但今犯便用高阶，朝廷开库时推献江山，国帝应用好还包国之事，昨晚无教长必不得亏。皇后王帝陛下，一国传奇也是神勇，国帝一道设置才能压水为臣贼，风华清江。骑马人不知这路人的苦啊！哎，你呀，那就少些一位吧。长定是你说的吗？嘿嘿，各路良民嘛，哎，人人说的耶。你要说不难，喏，把这张王榜接下来，嘿嘿嘿。你别看我人标，哎，个子虽小，可力气啊，少说也有3、4、8斤女。哎，别看这张王标自然能有几斤，你看着，呸呸！我快点禀告御神接榜。代表，你与谁人什么？为什么？喏。这张王标在，他们是我不管家。好。呀，代表，你唱下他了。我唱哦，哎，我唱3个哦嘞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我
个老三倒是话多嘴，这是皇上的诏仪榜啊！什么？是皇上的诏仪榜？哎呀，这都为今奉诏宣一等，可报有人接榜人。接榜人在哪里？接榜人在哪里？启禀大人，就是这两位壮士。哦，接大人，长此少林，凭下在报事群羊，速随老夫前往。这妹妹讲，要去我去，此事与公子无关。做事大人。为子生进步，今日旗下早已忙，莫比你了水未曾生华土，我一呀我原来常应接帮恰为我。乱接包围娘家，绝大人冒开一面太归心，欺君莽上黑三方，向此两国广空。什么？大人，常言道，不知者不才。你来是因为是何他理？哼！你从不欺君，得当我赔。还有，拿下了。家下一道相对，然后体统。你所得，请王开策王爷。请问大人，他们二人身犯何罪？乱箭放放，有欺君之罪。这是为了自上早已忘邦了，真是哦！这张王邦正是我乡他们前来劫取的呀！哦，你莫非有偏强之法，挖土之手？虽无偏缺之法，挖土之手，恰与灵丹妙药，能以身上自解。原来是此，方才老夫错怪你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，快请这位先生陪瞧是。此次速随老夫免去。姐姐，兄弟，姐姐在家等候。你速去教堂地务，
公寓不中，速速回去。现奏去起。臣表休得无礼。啊，壮士，就是必神受小酒，写奏不成。请问仁兄因我到此？壮士。我看你呀，不想过英勇豪杰，倒想过千金小姐。你可要休得无礼。公子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二人和我这阵兄弟
后也。郑兄，你看是何？几人兄弟？请问郑兄正姓阿名？哦，你先生，你先生。啊，台下陈仲宇，虚我19岁。哎，告诉你，他呀就是本朝开国元勋卢国公郑七岁陈爷爷陈家公子。哦，原来是公子而已，失体了。奇怪，请问郑兄，哎，我才18岁呢，正姓阿名？哦，杨娃，杨娃，是此杨娃眼的牛婆出头为相，你接进来。好，请一啊。
谋士与臣在，便在烽烟自杀前。有政前往为陛下辞去，莫非于是容易无惧？陛下，臣观此人去于不完，恐非永在。再见。是。这样用叩见陛下，愿陛下圣寿无疆。李人，谢陛下。将人，你若义父在，是小苦情，能是真子情么？陛下之前，乃以我所知，一家之贫，顺之者一官之贫，一官之贫，不顺者也大不了。讲54口出光年，你可知其君乃是死者？啊！哈哈哈哈！哦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堂堂欺身之躯，这是血泪争宠，不是为国争于，不及一群苍儿。哦，你竟管什么大臣给当何罪？给当何罪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罢了，先生此言颇有道理。你生是真的幸运哦，陛下。
一色结了。好，陛下，李正上谕之你，三言不已，哪来这么多的罪意？句句深宫，寡闻少尽。三爷之音，怎可轻而有目？啊，你快走来！是朕闻四海警察五美军中，关羽自在之等，朝廷国父开设女库，光照也贼。啊！皇上，皇上！哦呀，陛下，女库万万不可开设，恰是为何？自古以来，三王无敌，盛宴诸君，并无先例。自身现世遭遇命凶，乱真于非，不可平免。是啊，遇到是女子无罪，也是的。女子无罪，便是德。你们把朕置于后庭。呀，陛下！臣该死，臣该死！陛下息怒，陛下，你灭了我转世，人皆万乘之罪，岂能同一般女子相提并论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杨勇，哼，将你刚才所长之事，悉朕罪责，待朕康复之后，仔细过目。恨令子，杨司令，朕把你为杨勇父子年迈，好生伺候。臣遵旨。
一万一我没我，老父母谋不动了。哎，堂堂七彩须眉，连毛都摸不动了，真是无用。那好，待我禀告圣上就是。我的小祖宗啊，嬷嬷，请。我与你是命的大公子，命我袖书一封，这里趁圣上发兵之时，报君了用。好，好，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进京。
小姐不足为道，曾素令人无需当朝，夜路必胜。启奏陛下，要用瓦中取从，诋毁朝政，其心叵测。杨勇，令后子配，曾不配，不配，不配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为dân子民很多长，当夕儿生少年郎，曾经风里为谢陛下。望你不生陛下教育，必当有名不忘。7岁陛下，山东武士陈祖宇，7岁武士杨娃，在吴教堂上的征服将军英信。好，稍稍宣导。是。慢。别管举兵司军后，明阳人二人所望教长点兵配令，帮扶别管。遵旨。别管的罪，管国是二位，谁与两家龙叔协取此愿，带上出扎中计，用罪为恶之人，奉请以为非人可当此从人。启奏陛下，杨氏御史单列古城，在瓦朝廷，曾以为可当此人。杨庆以为自谋。皇帝名为节，官上无定。他要万官都争取他战，杨大运举报我凌云子，不惧边疆万里云，更
奉真相与苏醒刀。哦。朝廷万兵即可到，击军杨云将欲狂。王魁祖祖默默藏，上西仔细金地旁。我以为无体将军孔勇兵，恰不了还来赛苦下海浪。圣上啊，圣上，替功臣数十万，专将数骁勇一仗。你才来几个小娃娃，于死无用啊！有请。冯元帅，近来军机是否？替功臣成绩，朝廷再不派兵，我是唾沫难治了。不如虽然骁勇，无非是草莽之见。元帅不要伤他人之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！不准奉我，杨将军，你来传。我
请上方解释。冯元帅，此番杨勇策进，奉旨统帅三军，张罗勇击，你莫非不蒙？本节军云瑞避恶，调兵策进，你据理主兵，倘得义务勇击，你能担当得了吗？杨大人，老乡爷，杨氏兄弟办事为朝，所以企业更加嚣张，这便是何是好？老乡爷，我总觉得杨勇面色的很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听说他有一个弟弟，和他生得很像。哦，老乡爷，说不定他们两位兄弟就是我家私奔的两个奸臣。哎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女子怎会有如此胆手？更不会有杨勇那样在挖草去，像杨娃那样无意高强。是的于理，是的于理，女子岂能与如此胆色？杨大人，众位大人一道，我们快走吧。去。
这位大人请留步。老大人，哎，老大人，你看什么呀？哦，眼看着老夫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面熟的很啊。是见过面，你不要胡言乱语。在八国寺中，你还听我兄长莫过问你。哎呀，惭愧惭愧，老大人，八国寺中初见面，人开平地见当年，至今是得身为朝见陛下，与你再把面来见。你这女子不可信，你这难以成良言。我兄你不为女子好无比，今日我夜里陪你唱经遍。许我思想。哎，谁去想你嘞？自己做过的事，自己知道。看儿生越哭越像小先生，我不是叫张给办范容颜，唐僧师傅成一堂，指点去从不也梦。大胆决策，尽管强张给办，若力犯上戏弄君王，那还了得？啊呀呀呀呀！老大人，你怎么拾起梦娃来了？你到来女子必然一担，经书虽累少结完，三从四德有灵训，读书之徒女儿精，我乃是当朝新贵自于是，岂为是少见寡闻，一传传，大江上金发村，不报谁今皆风趣，我兄弟他是女子本，我本应
启奏陛下，女可饭不能开，母亲死神乾坤保准。陛下，此内无需自检。你，陛下。皇上想你当我心拒绝，马首曾会见三千，陛下不知苍大女，为路生财非青年，既算是
以正万章，诏令开考女科，令天下才女精进赴死。臣遵旨。杨勇、杨娃二位爱卿，陛下，正因你们为女科自考，寡劳女中其罪，在意朝用。哎呀，陛下，怎奈女子叫当给嘛？陛下，我也是个女子。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我了！本来君贵用苦尽啊，苦尽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陛下，殿下无事。我将杨氏集美一下，后子发落。陛下，压下去。走。皇外爱卿，证明你的你来，杨氏集美给当何才？启奏陛下，杨氏集美审判3条大罪，条条给斩。哪3条？陛下，杨氏欲教张范龙颜，欺君罔上第1章，妄以朝政论是非，诽谤大政乱纲常，本府亲自开设与国旗，颠倒阴阳破君王。杨亲，陛下，你的此见是否陛下，非壮士，陛下甚至不偏向，我有长生恩之光，这乃是杨氏100里条，龙争相，罗着罪名一方张。thần狂之子，女子皆少有，人贼当之，难造访。陛下，陛下，将没有罪孽，杨氏集美早有欺君贼。皇上功臣理不当，御前陛下，陛下生臣明子，恩母之别是。杨云他安放定国有奇才，杨娃是勇魁三军保边疆，众所女子本可贵，威武堂堂英勇将。天下
与这等事啊，看在边关之上遭遇劫问，否有你独孤其言，且望明察。你想，要是姐妹93家之女，也给大哥水落石出。对，是给大哥水落石出。哦呀，陛下，他们姐妹二人尽管貌受君，想必在家也是个违背无名的不孝女儿。哦，你怎为自豪？来，有宣扬子姐妹，养子姐妹高音。举证从上讲来，是陛下用兵。
氏之女，名唤日玉。我也是他的女儿，名唤上官。杨氏的陛下，你好自配。哎呀，陛下，怎么与这两个女儿？这两个女子为不胜穷，才该反死。哎呀，陛下，其实他跟我家姐姐家去奉承相依而子弟。陛下，不要听这两个女子胡言乱语。老臣的儿子至今尚未聘亲，他们愚笨乱长，冒着天爷，自有余辜。自有余辜，自有余辜。起来，金兵